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昨昏暗时伫咧屏东万丹的一间食品工厂，是向发生火的，火势烧了真猛，消防局派真侪人力去拍火，加在现场是无人掉伫咧内底。目前伫咧早起7点左右，火势已经拍花，因那工厂的损失也要评估。 报名大火行到村庄内底，真侪居民出门看发生啥物代志。伫屏东万丹乡的富通食品工厂是有名的早顿店原物料供应商，如果暗时因为不明原因导火，煞一直未收煞。规整个人，安尼规个乌烟啦，顶时，即马是走较烟走较滴去啊。哦，安尼吼。嘿啊，当拄倒开时，烟拢走去阮新庄啊，逐个拢走来看，你怎无看？哦。 消防分队派出大量人力伫现场布水线拍火，暗过火实在真猛，乌烟也称真悬，规厂房还是一片火海，损失爱去评估。边仔住户烦恼，拖收到家己的厝，赶紧提水工降温，最后干研究天公伯啊。叫先面叫啥？叫我迄紧我啦，紧拍我啦，卖小过来遮啦吼。对啦。 屏东管议员柯典惠特别提醒，万丹部分的所在因为瓦火灾现场，所以停电。请民众经过889卡的时阵爱注意安全。为今透早开始，也慢慢恢复供电。到今日早起6点，消防人员依然伫现场拍火，导火原因依然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甲华南云河区的影响，水气有较高。 玉山伫咧今仔日透早6点40分有落冰珠，7点05分有落雪，落到7点15分。这个落雪是打破玉山测站设站的80年来寒人上晚落雪记录。另外，这2天有部分的地区开始有雷公线啊。水利署赶紧探测的时阵，伫咧各地头的水库的集水区，准备要做人工催雨。为北部的翡翠水库，到南部的江文水库，到南化水库，即嘛是拢已经准备好势。 希望会当增加水库的水源，来消透欠水的情形。天顶开始落雨，春天的雨水总算到台湾啦。因为东北季风，拜六北台湾的温度降到20度左右，而且受到华南云河区的影响，愈暗雨愈大。拜六礼拜是各地头雨水上高的时阵。 尤其是从今天入夜开始，一直到明天的这一段期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随着华南云区所带来的水汽是比较偏多的状况之下，那其实各地都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的这个天气哦。在中部以北山区跟东半部的山区因为水汽是有比较拦截的一个情形之下，但是可能会有比较多的一个雨量产生。今天晚上到明天的这段期间的话，各地的一个天气都算是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 一支一支的高空验弹已经准备好势，希望解决台湾的靠旱。水利署为2号开始，伫中部以北的翡翠、石门等水库陆续准备人工净雨。2日开始，也会针对南部的詹文、基山等水库做准备。不过，这摆的雨水估计要是无法度解决南部地区的靠旱。南部的一个山区上来讲，或者还是要看这个水汽它是不是有往南压的一个状况，然后产生比较多的一个雨量出现。解旱象的话，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人工增雨它是增加它原本应降的雨量，大部分都是3到7%。南部的话，它相对是没有那么多啦。 这摆雨水拜1了后就会豆豆减少，拜3、拜4会阁因为来自华南的水汽加低压系统发展，部分地区会有雨水，到拜5才减少。气象局提醒，春天的天气变化真紧，天气预报无确定性也大，要随时注意天气状况。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即马欠水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石门水库的欠水量到昨昏为止，敢若剩53%。 因那新竹的宝智水库是敢若剩一半。趁昨昏有方便通过北部的时阵，水利署甲中科院合作做人工催雨。昨昏下晡，除了伫咧石门水库放高空型的催雨验弹，希望雨会当加落挂。因那伫咧新竹的宝智水库嘛有放人工净雨验剂，希望用空中还有地面双屏人工催雨的方式，会当伫咧水库的集水区带来更较侪雨水。 伫南投日月潭的水位是持续伫降低，有一只载20外个外国游客观光船，煞是靠搭卡掉咧。消防局出动树林船去救人，加在这人是拢有平安。因那这只观光船目前是已经顺利拖去码头啊。
观光船就安尼靠搭伫一月潭河面袂顶袂动，为空中影像录影明显看到水下骹的绿毛仔。这只观光船24下晡5点外，靠搭伫一月潭的大滴湖水下，船顶载20外个外籍游客，消防队接到报案，马上出动收容船去救人。我们立即要求所有游客穿上救生衣，而且依序将游客接驳到大约200-300公尺外围的接驳船上。过程中，消防队的船外机一度也打到淤泥。20万游客最后送到其他的观光船。靠搭观光船船长表示，本来是载游客去看高架水甲白条做伙，结果船底因为积水伤过重，水深只有50公分，所以嗰只船才卡掉咧袂顶袂动。载客人啊，游湖就是没有下景点啊，就想说慢慢开，啊，离岸边也还有100-200公尺的距离啊，还不知道这边水位那么低，就搁浅。观光船业者拜六早起派一只动力船去用索来拖，经过拖几摆，才总算将船拖走。有关处表示，派人到大滴湖水下来巡视，发现水位确实是较低，观光船应该是无超载问题。另外，也要求观光船业者爱沿固定的船班航线来驶，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涉及台南88枪击案的主嫌洪居、洪建军，还有枪手康祥志，顶个月为中国遣送回来台湾。检警对查发现讲，客家自治宫的董事长王文忠去中国2届的时阵，毋但是提供酒店，互这个主嫌洪居住，甚至还阁互伊所费互伊用，怀疑伊是幕后的主使者。昨日趁王文忠要出国的时阵，甲伊抓起来，先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CNN 伫顶一日报道，台湾的交通是真危险。台北市的政府目前是已经成立行人安全优先计划专案小组，市警局嘛为25开始到6月底，针对车若是无停落来、让过路人，还有行人违规等4项来加强执法。昨昏就已经处理343件违规啊。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客运业受到疫情的冲击，经营困难。有调查显示，53条路线内底发现有52条怠速的业者无意愿阁继续来经营，而且嘛找无其他业者来替手，未来恐惊会面临停驶情形。总统蔡英文昨昏去嘉义视察5日军政公营，总统强调讲，演练都要尽量挖紧实际，配合现代作战的需求。因为总统嘛有去嘉义配天宫拜拜求福。嘛，呼吁民众，台湾除了面对天灾挑战，社会上也阁有真侪假消息、认知作战，拢爱随时注意。另外，美国总统拜登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发表联合声明，讲到维护台海和平对国际安全甲发展是真重要，嘛希望会当和平解决两岸问题。防止地震外省攻击，各位兄弟训练综合车兵技能，各电视相关训练成果。这项的训练源自于我们去年底所提出的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希望这项演练能够更贴近实战，更符合现代作战的需求。总统蔡英文2日早起前往嘉义市道5日工兵群，佮表示要增加时段射击联合演训。让国军的训练品质更加好。那今年水情严重，也请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透过质与量的强化，国军的训练足以因应当前的局势。我们依旧面临水情的考验，我要请我们战功营的各位随时做好准备。要强化国军战力，才会当应付可能发生的威胁。台海情势紧张，也是全球关注焦点。美国总统拜登甲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伫进行双边会谈了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对国际秩序造成严重挑战，包括经济协约、侵犯人权等行为。另外，对台议题基本立场无变，更加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的重要因素，更加鼓励和平解决两岸议题。We hav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our alliances. I haven't seen that happen with China and or Russia or anybody else in the world. We're in a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NATO is stronger. We're all together.
美国总统拜登用美国甲盟友关系来对比中国关系，指出对中国拢未去呵护，但过也认为中国联盟防碰风啊，西方民主国家的紧密关系比较之下更加团结。Interference b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ike China, Russia, Iran, and others is a very real challenge to our democracies and is absolutely unacceptable. 在这同时，美加两国也会强化半导体供应甲关键矿产阵线，朝向建立国家科技会当继续的关键供应链，维持两国经济甲国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国的友邦洪都拉斯，即嘛是按说要甲中国建交啊。有住伫台湾的洪都拉斯人办感谢台湾的活动。另外，洪都拉斯即嘛是已经派外交部长去中国参详建交的代志。咱国政府嘛调回伫当地大使张俊辉返来台湾，伊强调讲，咱已经有提出上大的善意啊。跟洪都拉斯的这个邦交是不是到一个比较危急的时刻？谢谢，我们同意由外交部回应。台湾驻洪都拉斯大使张俊辉和外交部调回了后，25透早返来台湾，面对媒体追问，态度真低调。他们有申请一些援助贷款的问题，不晓得是不是有这回事？谢谢，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善意。在红邦医生变是不是金环公明话，张俊辉无继续解释。反倒来是韩国外交处长贾西亚向当地媒体证实，要向台湾爱相当新台票600亿的援助，煞无人要插。台湾外交部回应贾西亚讲法，就是承认韩国政府一直爱大家嫌犯，台湾一直伫能力范围内底一个回应，绝对无要插。反倒来是洪都拉斯对台湾提出的协助方案，则是无回应。台洪两国的邦交是真危险，不过伫台湾的洪都拉斯人自古是自发办活动，感谢台湾。People like us, we believe that we're so thankf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that Taiwan has given us here in Taiwan. Back at home, we don't have that much education. Taiwan has provided us education. They have provided us so many projects that has developed our country. This here today is to thank you, Taiwan,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在台湾生活真侪年，比例无愿意讲政治，不过洪都拉斯的留学生气流问题也引起讨论。It has been in some of the cases, yes, that some of the students that have been studying here move to China or go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or initiate a new process in another country. 超过80年的台洪邦期，就算可能挽袂转来，不过在台湾的洪都拉斯侨民对台湾依然有满满的感谢。记者综合报道。清明都要到啊，大家拢真关心交通的消息。即马为着小偷车流，高速公路局会实施国道单一汇率拍7折的优惠，鼓励民众会当提早登去备忘。因为今年的清明连假有5天，公路总局嘛宣布，长途的客运是拍85折，也若是坐火车、高铁、各般公路客运的车票嘛有优待。4月初为期5天的清明连续假期，公路总局有高除了扫黄车流，也会有旅游车潮。为着鼓励民众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会在3月31日连假前1天推出国道中长途客运票价85折优惠。另外，坐高铁代替也是国道客运20点之内转坐在地客运，也会有一大免费。针对东部地区，也增加推出优惠。持有东部国道客运一个票证到指定的业者来进行租车就可以享有相关的一个租车优惠的折扣。高公局也鼓励民众提前扫码，日礼拜日会实施全国道单一汇率高7折的优惠。高公局分析，这礼拜拄到补班补好日，就有礼拜日放假，旅游车潮会较少。民众若伫这一天提前扫码，有可能避开车潮。打7折优惠了以后，大概每公里是0.63元，也就是说台北到高雄大概只要213元，比一般平常日的费率大概可以节省到130元。但是呢，短途的部分大概42公里以下的佣人的费用可能会有所增加。那这部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短途的佣人能够开始其他地方道路。高公局也提醒，因为这礼拜只有礼拜日休假会取消国道5号北返高雄在管制，所以一旦国道车流较侪时，会进行严格将路车道监控，避免车流伫涉水主线塞车，请民众往返要注意及时落访。记者综合报道。南部已经连续几个月拢无落雨啊，欠水的问题毋但是影响民众民生用水以外，伫野外生活野生动物即嘛面临生存的考验。伫台湾有袂少高山生活伫咧高阳的茶山，也佫有寿山。最近到爬山的人发现讲，
这高山啊，因为无水通好食，会走去山友的红茶站抢水来啉。狗仔为着红茶站的茶塔，要想办法拍开啉水。高雄几个月无落雨，欠水毋但影响民生用水，野生动物生存更是困难。有大量台湾高山仔的高雄茶山，即年度爬山的人看到狗仔因为找无水源，走来山友红茶站抢水啉。4到6月是他们生育的高峰期，那如果水源摄取比较少的话，其实乳汁也可能会比较分泌的比较少，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哺乳。专家表示，茶山的狗平常时以食树叶、雨水也是透早的露水做水源，但随着干旱愈来愈严重，无雨水树木打去，野外水源愈来愈欠缺，狗仔就更加到河边上溪的水，也是红茶站的人工水源去饮，走来抢水。目前整个山区水源完全是中断的，整个寿山也没有其他的河流或者皮塘之类的哈，所以目前缺水的情况确实是还蛮严重的，灰尘会比较重一些。哎呀，如果不是就是走那个比较没有树叶的地方，就是蛮有灰尘的。拄啊落山的民众将面顶的土沙洗掉，干旱后茶山上山部分地区甲树林变做干黄一片，打起的树叶搁较高倒火，为着避免伫欠水的时阵，互问题变甲搁较严重，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嘛提醒登山的游客，毋通伫山顶点火煮物件，也是乱弹焚晒，以免造成火警事故。记者陈环宇、面交管高雄报道。最近伫桃园有一只毋知影为倒位走出来，要咧四界爬走的人形，目前是还未抓到。因为之前有传出讲，这只人形是为新竹的绿福村逃走出来的。不过动物园统计数量了后，发现是搁比通报的加一只。园区表示，迄是因为当才出事的人形目前是还未通报。因那县政府是要求绿福村爱伫咧一礼拜内完成清点。新的县政府派人来到绿福村动物园。了解园区内人形的状况，因为人形活动空间真宽，佮加上人形伫内底行来行去，佮有其他的设施挡掉的，要点数量确实有难度。每一天我们都会做例行的电网的检测，以及人为的一个数量的清点，那以及透过刚刚还有一个漏讲，就是我们还会利用空拍设备来帮助我们去了解现在整个的一个数量最新的一个状态。如果有少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经过2摆清点作业，园区的东非人形有156只，比原本的数量搁加1只。园区讲主要是因为出事死亡的关系，数量会有变化。农业处要求业者一礼拜内一定要完成清点。现场鉴定种类跟数量上有它的难度那本府已经函请园方尽速以科学可执行之方式，精确的计算数量，并于1周之内将清点的结果回报本府。虽然目前阁无法度确认人形是对倒位逃走出来，不过园区嘛出动兽医参工作人员协助，希望量早抓到，以免引起民众惊吓。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伫嘉义市的公平路，伫日本时代人家号做是医生街，这条路到今也是有医生馆伫咧营运。某部分的医生馆即嘛是已经改做是咖啡厅，或者是文创商场，真受到大家关注。嘉义市文化局最近把嘉义老医生馆的故事整理起来，希望透过医生馆的建筑，也有较早的故事，互民众甲游客会当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熟悉嘉义。用展览的方式布置医生看诊的所在，边仔有较早病医的家师，阁有以前读医科的教材，要来互看的人知影家己700当前的医疗历史。就这样的一个医疗文化的空间，未来怎么去活化，怎么样去再利用，那么能够一者能够推广观光文化，那么二者能够对于这样的一个都市有特色的复兴，能够有具体的帮助。100年前，开始台湾进入这个西方的医疗，那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成果。台湾图书室文化协会得到嘉义市文化局的支持，伫进前老戏院的调查结束了后，搁开3档的时间来调查记录这60间老医馆。对之前这些前辈医生们，他们在嘉义市这边的努力，不管是在文化啦、政治啦或医疗这方面，我相信这些调查的成果有非常的帮助。新的医疗是靠设备的，药物都是有比以前
很多了，很进步这样。那以前的医生他们就是靠那个经验，还有那个热情。1895到1960年这60间老医馆，伫即摆展览会当看到医疗历史的演进，嘛有因对家己政治文化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儿童节特别教育，卫福部最近推出一本故事册，叫做《楚留龙是啥个》，要甲囡仔兄囡仔姐做伙来讨论，大家同齐伫耍的时阵，可能会拄到啥物款的问题，而且应该爱安怎来解决，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就有个小朋友在想，他发现一个溜滑梯了，没有人来玩呢。那这时候溜滑梯是谁的？作者伫现场讲故事，用主角手楚留龙的情节来展开，嘛请在场的囡仔大人分享想法，因为伫咱的生活中，这种代志定咧发生。比较不守规矩的情况，可能比如说插队，或者是推挤，或者是从溜滑梯逆向上来，其实都蛮多危险的行为。它里面就来排队，或是大家来分享，或是那其实很多现在游具上面的设计可以让更多人玩，对。这本《楚留龙是啥人个》，作者用查甫囝的经验发想，讲一个查甫囡仔霸占楚留龙了后，安怎发现甲大家耍才好耍，强调游戏素养、安全分享，嘛用入儿童的游戏权，甚至表意权，互大家去想象要安怎创作出符合咱需求的游戏场。透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可以去发现不同小朋友的需求，然后也可以把这样一个不同的需求也能够来提出来，一起玩更好玩。卫福部表示，接下来会将这本绘本送到全国的小学，未来嘛希望儿童权利公约的其他内容，会当用绘本来呈现。记者调离开台北采访报道。再来，这嘛是有关囡仔的消息。在美国犹他州23宣布，为明年3月份开始，18岁以下未成年的人，若是用 Instagram、TikTok、Twitter、人面册等等的社群媒体，都要经过父母的同意，而且嘛禁止在暗时10点半至早起6点半这段期间来使用。这个消息一个出来，儿童保护团体是拢表示肯定。为影响青少年愈来愈沉迷社群媒体记录、网络霸凌、白社甲囡仔个人资讯收集所造成的安全风险，甲真侪项研究显示，社群媒体对囡仔的心理健康有害。犹他州长科克斯23签署2项新法，规定18岁以下未成年者伫 IG、TikTok、推特面册者的社群媒体建立小号进前，爱得到父母同意。另外，为着有较好的困眠休困时间，暗时10点半甲早起6点半也禁止使用。新法按正伫3月开始生效。Our administration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how social media is affecting our children. Youth rates of depression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issues are on the rise, and social media companies know their products are toxic. They designed their apps to be addictive. As leaders and as parent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ur young people. 犹他州刑法签署完成的同一天 ，TikTok 抖音执行长周秀珠在国会出席听证会，内容有 TikTok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相关立法，在联邦层面延前，特殊各州政府介入，阿肯色德州、俄亥俄、路易斯安那几个共和党执政的州，甲纽泽西州拢同款的提案的审议。加州是伫去年要求科技公司将儿童安全放在第一位，禁止对囡仔进行分析，或者使用可能伤害囡仔身心的个人信息。儿童权益保护团体对犹他州的做法普遍表示欢迎。反对科技公司甲公民自由团体是警告，因为这可能限制互主流边缘化的青少年得到线顶资源的机会，佮对言论自由产生真深的影响。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来看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
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今仔日天气有较凉冷，大家穿好少。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